有洗净的心，有圣洁的心，有纯净的心。啊，有了这，你就有啥物表现上结果。咱有洗净的心是啥物？哦，小可复习者。我说讲，毋是讲你甲迄个啦，你甲迄个心体该洗洗安尼，哦，不要讲盐洗洗。哦，你免有迄个洗净的心。哦，圣经代表讲啊啦，伫诗篇51篇，伊讲用牛七草。哦，伫犹太人的背景，有七草混水。哦，啊，甲你哦压伫这个哦一切迄个有清洁啊，像人的心就啊，你会当去到洁净。这犹太人因的背景，哦，都有七草。你看，比如顶礼拜牧师讲，你看民数记19章，你就知影，啥来因爱用七草。哦，啊，伊出来日记啊，创伫这，所以咱真要紧，种你爱承认，大先伫你的心爱承认罪。哦，你的罪啊，洗清，所以清理者是秘密，但是你要洗净的心，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保护。哦，伫这个时代，咱现代毋是搁用有七草，但是有耶稣基督的保护啊啦，透过伊的保护来洁净咱的罪，将咱的罪甲伊献伫祭坛的顶面。哦，所以这就是这个头一个咱顶礼拜讲清理者是毋是就洗净的心？第二个就有圣洁的心。因为啦，上帝是圣洁，上帝是好哩。上帝讲啊啦，讲我是好哩，爱咱共款，甲伊共款，有迄个好哩。所以你要安怎去做？你就要家己清理家己，知影做、认罪、离开罪、对付这个罪，甚至爱对付这个罪，别安对付这个罪，你一定要去对付。哦，你所家己本身善业，你安怎去对啊？远离、隔离这个歹，哦，迄个歹的代志。所以一个人伊变啊。要怎互伊改变，甲环境有关系。啊，你，我常咧讲啊，一个无好的习惯，佮甲一个无好的习惯人斗阵，啊，做伙啊，你永远要怎改变啊？我问你啊，你哪有可能改变？所以我常咧兄弟姊妹我来讲，我来问讲，啊，你住一住，啊，你的环境是啥？你要怎脱离迄个环境？你一感觉拢伫迄种的，伊讲因老爸是。伊个先生是迄个咧做，咧做动机，咧做啥物啊？逐工甲伊生活做伙安尼啦。啊，逐工拢去互迄撒旦哦，拢甲伊讲条件。啊，佫甲撒旦讲条件，讲你若有法安怎样，生理较好，啊，我就甲你安怎啦。我讲，基督徒无咧甲撒旦讲条件，我来讲，你是含入你含子内底。啊，虽然有这代志，我咧无会惊就有，但拄着一个妇女是安尼，啊，是阮方案的啦。啊，逐工来礼拜拢哀求安尼，啊，我讲啊，你来离开迄个环境。啊，你伫住伫迄个环境内底，因为你本身，牧师来讲，毋是你，因为伊无信心嘛，你听有无？这个人都无信心啊，你搁住伫迄个环境，啊，都甲叫食去啊，你听有意思无？你若是有信心，亲像牧师共款，牧师讲啊，撒旦看到你走离国家，你叫食去，啊！撒旦看到你，看到你就闪啊，伊就逃走啊。就圣经讲的，咱今咱牧师甲咱讲的，恁着爱，所以恁着爱第7条，我第4，咱雅各书第4章第7条讲啊，恁着爱啦，顺服上帝。头一个甲你讲，你着爱顺服上帝，就是讲上帝对你的命令，会驾驶，你着爱顺从。第一点，啊，你无顺从。你都无要顺从上帝，要安怎去抵挡魔鬼？头一个你安顺从上帝，上帝透过啥物咧甲你讲，你甲你启示，所以一定爱安怎，过来继续讲啦，爱抵挡魔鬼，魔鬼就要就避。圣经讲，魔鬼就避，一定啊，避是一定嘛，离开恁逃走。我甲你讲跑哦，逃走。但是牧师爱讲多少啊？我甲你讲。你有顺服上帝，你家己问你家己看卖，你有照上帝教示无？照起讲无？礼拜你甲你讲，定甲你讲，适合源头，叫你礼拜你打算帮做，你定爱来敬拜上帝，是适合源头。你有照安尼无？啊，你问你家己就好，你有顺服上帝无？所以撒旦哦，你摕空棒哦，摕空，要入你内底，要甲你破坏掉，因为你无顺服上帝，因为上帝是好哩。上帝是绝对的，所以你着爱顺服这位上帝。过来，
第八节甲你讲啊啦，恁就爱亲近上帝，上帝就要亲近恁。哎，你有要亲近上帝？我虽然甲恁讲，人就软弱的，啊，有人讲啊，牧师啊，阮搭咧厝诶，家己看圣经就好啊。你家己看，家己看卖啊。啊，牧师，阮家己搭咧厝诶，灵修就好，你灵修看卖啊。你要哪有力量？你要哪有气力？当然安尼，咱就教会讲乖啊，大家拢搭咧厝诶。安就好啊，为什么咱就爱来遮敬拜上帝？就一拍火一拍蜡烛有无？蜡烛一拍，分了就欢喜啊，对不对？几啊拍做伙你，甲分我卖啊，分我卖，无容易欢喜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每样信心无相像，所以唔通袂记。恁若亲近上帝，上帝就要亲近你。啊，什么圣经咧讲亲近上帝是咧讲啥？一礼拜五内底，你咧无闲的中间，你就要来接近上帝，听上帝的话，甲教示，来接近上帝。哦，来查经、祈祷，有无？迄就是咧接近上帝。OK， 你的信心有够，咱要做伙家祈祷、读圣经嘛是会使。但是，牧师来讲，人是有一个惰性。一个真出名的神学家就甲你讲，人的惰性，人就必须要你一支边啊，甲你夹一个。所以牧师来甲你呼吁提醒，你爱安怎？若无你就会贫惰，有无？贫惰就话就一支边甲你夹一个，甲你拍。啊，你互人一支边嘛，啊好，好啦，牧师，我真系有。所以人就变成一种的惰性。啊，恁亲近上帝，有无？圣经甲你讲啊，就是说，恁若亲近上帝，上帝就要亲近你。啊，你要哪亲近上帝？你就一定要来雕见上帝。是要中间，唔通我无位找甘地芳，你就要亲近上帝。祈祷、读圣经、来查经，互你更较有气力出去，搁面对撒旦的挑战。我讲你真正咱足软正足软弱，咱的兄弟姊妹，我知，你的信心无遐尼强，因为你伫你的背景，后当时个撒旦会借着足个空帮来你入，吼，所以你来说你，吼，所以上帝讲伊有圣洁的心，因为伊是好的，所以你要有圣洁，有纯正的心，哦，纯正的心是啥物？哦，无如讲纯正的心，就是无。就是 pure 完全，迄个拢无杂质啊，完全，所以你得爱训练操练，你本身拢无沾杂什么款的杂质，纯正嘛，纯的 pure， 毋是科级的，是纯级的。啊，你要咧练到你完全拢纯金，拢是正金。圣经安怎讲？真金不怕火炼。火炼甲你透过各种的艰苦困难挑战，甲你操练你啊，练啊哦，你变后来变怎啊？哦，愈练愈愈拍金啊是愈火烧，愈烧愈后来愈变愈顺啊，对不对？有无？啊，咧做金啊人拢知影，你做金啊是愈练愈顺啊。啊，咱就是经过一个困难挑战，所以咱就要羡慕迄个。努力追求，羡慕迄个纯正的忍耐，有无？爱谦卑，存谦卑的心。我是最后甲恁讲啊，我伫个顶礼拜讲过，吼，亲像囡仔共款，有无？存谦卑的心，这是伫个箴言第20章11节，有无？就是诚实坦白，哦，就是纯正的心。这世界要找一个诚实坦白是无简单。我你甲恁讲，以后要讲一个，你叫圣经咧讲诚实是咧讲啥？尤其是咱面对咱台湾的社会，吼，我感觉真悲哀。咱台湾的社会，咱逐拢咧讲白贼，哇！你白贼来白去，啊有人讲一摆白贼，你就搁用几啊百个白贼去按你头前所讲的白贼，一直白贼落去。我就甲你讲，咱的社会要变做安怎？啊，所以这是真可怜的代志。我有讲，伫迄个外国嘛是咧变迁咧变化，因拢咧变化。早时因足 honest， 足诚实的，后来变啊哦，甲迄个甲人咧交际做贸易开始，到了我开始变啊真正咧，无诚实嘅。所以 pure。迄个纯正的心，一定要有纯正的心。
咱来爱慕这亲像囡仔同款。所以人若无亲像囡仔啦，袂当啊入天国。上帝一句话就甲你答你，人袂无亲像囡仔，你就袂当入天国。所以牧师来讲，恁来教会，牧师定咧甲你提醒，莫受伤地。哦，恁来教会毋通受伤地，甲一切看如拢亲像囡仔共款啊，足天真的，咱咧欣赏啊音乐啊牧师你讲啥物啊，咱就想啊，我敢有做安尼毋对啊，牧师讲的啊，我敢有做着即种代志毋对啊，诉求你人民下面。足单纯的、足 pure 的心，安就好啊。牧师要甲你讲，上帝上听即种人，足纯净。哦 ，OK， 咱继续。咱有这个心了后，一个啊，有这个心了安怎？有清气这个心了，有这三个了，你就啊正直，就走。正直啊，你的正直，哦，你看正面2条1九第8节来，你因为正面的部分，正面2条1九第8节，哦，而且讲啊，他不是讲负罪之人，就是讲犯罪人啊，哦，犯罪负罪就讲犯罪人的路是安那弯弯啊，譬如你是讲弯翘，就讲弯弯，哦，弯的人就是对，哦，清气的人，伊所行的，但是安那正直。哦，伊所行的乃是正直，哦，这是迄个汉文甲白话的差别，所以茫袂记一个人的心安怎伊表现嘛共款，有啊，一个人的心安怎伊表现嘛是相像。就箴言23章第7节安怎讲？因为伊的心怎样修，哦，牧师今日讲，即嘛第一个就是正直是咧讲，你掀开箴言，哦，因为伊的心怎样思量，怎样想，怎样去量，伊的做人就是怎样。伊虽然对你讲啊，要请你食，请你啉，所以伊的心甲你安怎三违背啦，用嘴讲尔，但是伊无安尼要做，伊是干那用嘴讲，好无？像我顶礼拜我讲，我人咧外国人讲，我请你就请，咱台湾人、中国人讲，哎你今日要食，咱要手咱要啉，到底伊是要请无？咱拢毋知。哦，啊，大家啉，啊，先啉起来，迄个人讲啊，我请。美国人不是啊，今日我请，啊，今日大家出家己的，各自出各的，啊，大家各自出各的，就 OK 吼、啊，所以你啊，几啊千年前就甲你讲了，因做人是安怎？我要请你，伊的心却甲你三违背。后来佮看路加第6章455啦，好人对伊的心内所存的好，就发出好人；歹人对伊的心内所存的歹，就发出歹。就是对心内所充满，伊的嘴就讲。对心内所充满伊，所以咱有人咧共人亏有，咱甲人做伙，也是咱的朋友做伙讲，啊你心内想的，所以你毋敢讲。我咱定下咧讲啊，好啊，哎，啊这几啊千年前就甲你讲，哦，我咱定下咧开玩笑，定有当时啊，真正是安尼，咱甲人咧做伙安尼滚生桥啊，啊你心内想的，你毋知安尼讲，哇，咱定下咱共讲。啊，几啊千年上帝就甲你讲，哦 ，OK。但海人伊所行的道路是众多逆顺，哦，啊，甲起啊，暴露、贿赂，啊，伊的路是安那，弯无直啊，哦，所以但是一个清气人，伊绝对无行歹的事，伊心怀安那诚实，气绝罪恶，自然伊所行的拢是安那正直，所以清气的心肝的人是安那光明。伊无行伫黑暗的路中来，伊无做啥亏心事，伊无行不义，足正派，哦，正直啊，哦，敢若服从真理，伊的言行品行拢是正直。了我拍这里可能正直啊，吼，直啊，吼，比直班的人直，正直，哦，不偏不倚，无偏左，无偏右，直率直，哦，但。所以伫箴言16章，哦，你搁看箴言12章17节，安怎讲？一个正直的人、率直的人，伊的道路是远离歹的代志，啊，谨守家己的路是保全性命，哦，有伊的意思，哦，你会晓谨慎行伫家己的道路的顶面，无去，哦，你看，你注意看，牧师来讲，你看足侪影片哦，啊，电影咧描写好无？
一人本来真率直，后来染乌鱼有无？我开始人要甲对杀啦，有无？啊，本来是足率直的，足正直，当伊染乌鱼开始踏入这个黑暗地中间，就人要甲对杀啦。所以，我是几啊千年前圣经就甲你讲，你正直的人的道路是远离歹代，坚守家己的道路是保全你的性命。来，手清气，心清洁，哦，素洁心清。头先无师讲，犹太人的背景，所以咱手若洗洗，就表示规个拢清气嘛，哦，骹手洗洗拢清气，有无？咱要困拢啊，骹手拢啊，你过洗一摆身躯，拢骹手洗洗拢就清气啊。你无洗身躯，你嘛感觉足清气的。哦，你毋知有这种感觉无？变大身躯啊，可能骹手洗洗就好啊。为了变大身躯，用骹手洗洗无，会感觉哦，我骹手洗洗拢足清气，有无？所以你看，几啊千年前圣经上帝就讲，手洁心清，远离歹代志。哦，就你感觉哦，规个拢足清气，哦，就是行走正直的路，伊的路就安那有光明平安。但是你家己想看嘛，伫世间有光明有平安，哦，这是偌尼的福气，哦，偌尼的福气。OK， 第二，你有遐个心了，你就啊，一定啊，听心。你看《提摩太前书》第1章第5节安怎讲？迄个命令的总根头就是听，哦，你看规本圣经就是咧讲听。我头咧带咱祈祷有无？咱祈祷生活咧祈祷，咱规个就是听。啊，这个听是对清气的心，甲无开的心良心嘛。哦，你无互人啊，这无亏无亏负于人的，迄个良心嘛吼，无虚伪的一个信心所生出来，实实在在，哦，实在信心所生出来。所以圣经你看几啊千年前就甲你讲，这听是对清气的心发出来，有无？无人免，无你若毋是对清气的心，迄个听着有产生问题吼。啊，到底是假爱还是真爱？哦，有无？啊，是啊，你听那些人会讲听嘛会害死人嘞，啊，为人讲啊，你是基督徒，就调解讲啊，你是基督徒，啊，你较会安尼，哦，我基督徒要甲你有无？迄听，讲你意思讲，伊嘛知影讲你基督徒爱安那讲听嘞，啊，你较甲我骂，有哪会甲你讲安尼？你知无？啊，所以你也想看。听是对清气的心发出，是无情欲、肉体的意念，是真实在，还是讲自私的意念？哦，混杂伫这个中间，是合伫真理、真 pure、真纯洁。哦，这是真正听。哦，若毋是对清气的心发出来，就毋是上帝听。所以，迄个清气的心是心怀专一，哦，毋是心怀恶意。哦。我说顶礼拜有讲，哦，咱有一个字，迄个心怀哦，哦，这个心怀两意，哦，这个字是对心甲恶，哦，心甲恶所造成的一个理解，就两个心嘛，毋是一个心，是两个心嘛。你看心啊甲理所结合，啊有然后两个心就，你就是无专嘛，哦，无专，哦。所以毋是心怀拢，安尼听这是专业，若无听是无清气。哦，独的听这是独一的听，这是真的听。真正的听是对心来生出。哦，咱无看咱的社会，无咱的社会定咧报道报纸，定咧讲着感情的代志，咧讲有讲啊哦，你常常，比如说咱社会咱足乱安尼，其实毋是安尼。咱甲看着，可能咱看着100分内底1分啦，哎呦。你啊，迄大众传播足厉害的，你落来看迄大众传播，看啊袂输啊，大家拢安尼有无？大家拢安尼做伙款啊，有无？啊，大家拢咧闯红灯，袂输啊，大家拢咧闯红灯，其实毋是安尼啦。哦，伊100分内底1分啦。啊，你茫去看迄，所以毋通甲你讲，你的头壳内底茫第一个无好摆，啊，你看到迄无好摆，拢第一个头壳内底，啊，逐礼拜拢哀叫，因为你的头壳拢第一摆。所以你看Austin，奥斯汀的福木教会有无？阮那个迄个福木教会咧讲的，大概甲你讲啊，做老尾，哦，你家迄个摆安那单调，
伊就好诶入到你诶心灵啦。啊，这重要紧，这是影响你诶思考甲观念。人有正确诶、积极诶思考，甲无正确就差足济，差一里外。安怎讲？啊，好佳哉，我阁存10块。哎呀，我计10块才无啊！好佳哉，我阁有存10块。甲你迄个好观念，甲无个观念差足济。啊，我去迄种头底去，夭寿啦，安怎命啊有？袂要紧啦，我就来去拍面，就过来申请一地安就好啊。无啊，你命拢假命啊，啊，你无去啊，去用头底去啊。哦，咱人的心内安尼，所以人的一生就是安尼操练咱本身有，咱都咧操练咱正做啥物款 ，OK。所以，真正迄个听，对心来说出来 ，OK。最后一点，和平 peace。那这个和平，无数点来讲，你讲和平，讲无数点来讲，你无数点来讲。基督徒一重要嘅观念，唔通有哪怨恨啦！你会记，唔通人教你怨恨啦，去这人甲你气啊，这人安尼恨啊，佮要甲拆才落吧。啊，这人唔知安怎你甲恨到安尼，啊，啥物人甲你教？有足侪人唔是人咧甲你教，有足侪边仔人咧甲你教，讲你来去恨他。啊，这个就是操作，有些就是透过什么样的操作你恨，产生对人的恨。这是不对。圣经讲咧讲，有人和平的人啊，百福内底讲啦，有人和平的人有福气，因安啦，天国是伊的，你会当入天国，你就爱和人和平，你才会当入天国。你注意看诶，有一人，所以有当足侪讲伊是基督徒，我感觉啊，你基督徒哪会咧叫人怨恨的，教是人怨恨的？这是真奇怪的代志，唔通袂记，无说甲你家是正确的，按照正义分解真理，正确的思考甲观念。咱做基督徒人一定要有正面的思考、正面的想法，安尼才对。无有性情讲会帮忙你去做歹代志，性情无有帮忙你去恨一个人的，无可能啦。甲你讲，你摕来圣经摕来，我一篇你现来我甲我讲我圣灵教导你去恨死那个人。无有代志啊！性情所咧做是啥？所结的规矩是啥？高种的规矩拢是good好的嘛，对不对？无可能性情教你去分析迄个人啊，唔通袂记，这是无需要甲你讲重要紧。所以《雅各书》第3章，咱对《雅各书》第3章第17节，圣经上面讲啦，对顶头来地位，大先是清气，后来是和平。对顶头来哦，清气和平，温柔。有人民加一寡好的规矩，无偏见，无假冒，无偏见。无人讲人安怎，你就气啊要死啊！你就爱家己分析，伊讲的对不对？像咱有一寡较理性的人讲，有当对某一个代志，伊佫足坚持的，一定要但你小佫收者，无拄是安尼。别人安怎讲，伊佫小啊，这个人安怎讲，讲我综合起来，安尼表示啥物？无一定是你看到是对，因为有足个假，有时就安尼讲，无偏见，无假冒，和平就是平安、和睦，还是平等的意思。有清气的心的人，伊会互人和平，甚至伊制造和平 ，made peace。真正伊会制造和平的，所以我们常咧讲。一个国家领导者，你得要制造和平，你得要互人和睦，不是挑起仇恨怨恨。你要让人家和平嘛，和平，咱大家咧讲你为什么你会当互人和平？这是上大的，然后大善人就是这样，制造和平才对。后一个互人怨恨的，这是不对。OK， 因为伊的心内单纯，有疼心，无怀嫉妒、恶毒、自发的心。有善良、和平，所以互人和平，伊就安那。你若无互人和平，就制造安那扰乱甲纷争，来失去和平。所以啊，姊妹，诗篇第18篇之后就讲啦，讲清气的人，你就用清气对待，
乖僻的人，哦，奇奇怪怪，哦，乖谬啊，乖僻啊，用弯巧对待。所以像保罗先生讲，什么人，你什么人你就讲做什么款的人。当然，这句话是要你讲，这句话咧描写这诗篇的作者伊的体会啦，你晓，诗篇的作者伊是直接的体会啊，你就要用情绪来对待，顺正你是安尼对待，啊，弯巧的人就意思是讲，你嘛要有智慧，真有抓，袂使讲弯巧的人，你明明这个人真弯啊，你搁安尼真有，家己头壳无迄个智慧的心安尼，安尼是不对。毋是讲你你来用迄个不法的去对待，不是安尼意思然后咱来看圣经上帝话，伊是你描写，看到这世间的现象描写，你就要安怎你描写一个自然的现象，这乖僻的人，你用较婉转，就是讲用较婉转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人，亲像大笔，咱爱亲像大笔，求上帝为咱创造清气的心。哇！头先比喻的圣经是讲，教阮创造，教阮求上帝，教阮创造清气的心。迄比喻的是安尼读，求上帝教阮创造清气的心，毋是互阮教阮创造清气的心。若无清气的心，爱赶紧追求，求上帝赦免你的罪。修饰你清气的心，求耶稣基督的保卫洗净咱，也看咱，赐予咱一粒清气单纯的心。咱最后看一段圣经，这段圣经就是牧师嘛常爱用的，这是雅各书第4章第8节。你现开雅各书第4章第8节，这是迄个现代日本的，面顶这段是现代日本的所写。咱来小可对照，下这是汉文的，恁亲近上帝。上帝的清理你，你若讲汉文的差不多啦，有做人就爱洁净你的手啊，有做人就爱洁净你的手啊，犹太人的规定无说好讲，是安爱洗你的手，你若洗手，规拢感觉足清气，伊这所在无共的所在，现代日本是讲假冒伪善啦，虚伪啦，而且就是迄个汉文是讲。心怀两意的人，就是咱看到一段圣经有无？我要请你，有无？我要请你啥物啥？但是啊，伊的心就无安尼想啊，就是虚伪有无？伪善虚伪，所以叫做心怀两意。心怀两意就是伪善，爱洁净你的心。心怀两意，这是内底嘛，内底，所以就爱清气咱的心。这是。最后，这段圣经上帝为你甲咱讲，会清气者的心是啥物？最后伫这个圣经内底，上帝为你甲咱讲，咱毋茫，咱每一个爱真正爱伫上帝面前，爱清气咱的心，互上帝欢喜，因为咱是上帝所听的甲查某囝，请咱同心几一遍，同心说甲来祈祷，因为上帝感谢你的稳定啊，阮是你所听的甲查某囝。其你甲阮创造清气的心，阮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，主，其你帮助我。你的面前感谢祈祷，拢上个这所用名来求，阿门。